歡迎大家進入市場通 MarketPoint 在線培訓課程。今日培訓嘅主要內容為如何使用市場通 MarketPoint 智能選股功能嚟搜索近期暴漲嘅股票。首先，我哋知道香港市場由於冇漲跌停限制，所以暴漲嘅形式要以高振幅嚟確立。其次要確立嘅係漲幅。第三，要證明漲嘅前幾日係有預兆嘅，無風不起浪嘅哲理喺股市中同樣係成立嘅。咁樣如何智能搜索出近期嘅暴漲股呢？根據原先嘅分析，得出以下參考設置嘅建議。第一個步驟，設置高振幅參數，高振幅先係超常規移動嘅第一反應。第二個步驟，設置漲幅條件，要想辦法證明係漲咗而唔係跌咗。第三個步驟，設置均線上漲轉換，證明暴漲前係有預兆嘅。而家我哋用 MarketPoint 嚟演示一下具體嘅操作。首先，我哋打開1611智能選股畫面，喺屏幕任意處輸入1611，或者係點擊 GTA 工具智能選股，然後我哋開始設置第一個條件高振幅參數，請依次選擇條件搜索股價，喺其下拉列表中揾到一天內變動幅度，並且單擊撳掣進行添加，跟住單擊調整，將其參數 X5 調整為30以上。港股冇漲跌停限制，振幅超過30%係個比較正常嘅常概率事件。咁樣就設置好咗第一個條件，我哋繼續進行第二個條件漲幅嘅設置。請依次選擇條件搜索股價，喺其下拉列表中揾到價格急漲，並且單擊撳掣進行條件添加。呢度唔使調整默認參數，因為暴漲並唔係每日都發生，但係4日內有10%以上漲幅，基本上係個較溫和嘅上漲條件。接落嚟，為咗更加準確咁搜索，因為暴漲前都係有一定預兆嘅，所以需要設置第三個條件均線上漲轉換，仲係喺之前嘅下拉列表中揾到均線上漲轉換，並且單擊撳掣進行添加。呢度仍然唔使調整默認參數，預兆用均線嚟展示比直接用股價更為合理，並且5日均線啱啱好係短線嘅常用均線，所以5日均線對短線走勢極其敏感。3日內5日均線有上漲轉換出現，基本上係極限㗎啦。以上設置完畢之後，請選擇全市場範圍，即係對全市場搜索，因為基本上暴漲嘅股票多數出現喺恒指或者國企成分股之外嘅股票裏面。另外仲可以調整搜索時間。下面展示一下，例如我哋可以睇出2010年4月27號有3隻股票符合要求，分別係00544、00989、01178。又或者係2010年嘅4月28號有6隻股票符合要求，分別係01178、02322、08033、08131、08225、08279。再嚟睇一下近期嘅情況，譬如2010年7月13號有01010、01182，又譬如2010年7月20號有00007。咁樣我哋就完成咗利用智能搜索暴漲嘅股票嘅設置啦。非常感謝大家嘅觀看，多謝。